動態誰在半路停步？是聽着每顆心跳和脈搏起伏，拼了命成就幸福。世界在平衡着多少心痛，開始跟結束。可呼吸多數萬次，難道這樣容易？你最後那一口氣呼了便化煙，為何明明在眼前，明明同行，但你臨時別去放下句點？許多人都相信離開的人生走到該走的那時，痛着來話別。可知留低的與重生的，卻在這邊怎撐過餘生的浩劫？差不多300日了，沉澱過有懷念，要記住你的一切，使世界亮了點。原來仍能活過來，仍能糊塗地愛，悠然地笑過着每天。許多人都相信離開的人生走到該走的那時，痛着來話別。可知留低的與重生的，卻在這邊只可接受新生活的蛻變。祈求站在世界的終端，相擁嗎？還能遇上，還能再對話。若到那天，地球還未塌下，尚能期待某種永遠嗎？幾多人不捨那離開的，誰都懂說生死都有時，講裏事又如何避免？留低的與重生的，也在這邊。即使費時一點，即使快樂不輕易，最後仍可遇見。差不多900日了，還是這樣懷念。說過在那一邊見，來待我出現。你繼續沿途歷險，我繼續尋求幸福了那一天。